早晨，今朝想分享一本書，叫做《那些成功者都有一套自己的筆記規則》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？年尾嘅時候呢，間中都會好興奮買本新簿仔翻嚟，但係呢，就寫唔夠半年呢，佢就會劈落去廢紙集中營嗰度噶啦。其實呢，我以前都試過喎，隨手攞起張紙啊、筆啊，跟住就做記錄啦。到最後當然揾唔翻啦。咁呢本書咧，我睇完之後咧，就發現原來咧，我自己過去太求其啦。好多人咧對筆記簿都有一個誤解嘅，就係諗住喂，寫完咪算咯，任務完成啊嘛。日本首相冠軍作者佐久間英章咧就話筆記簿真正嘅價值啊，其實係要將佢活用嘅。佢用咗一個好貼地嘅比喻，佢話你想象筆記簿好似一間房咁樣，如果你將啲嘢亂咁擺、亂咁劈喺地下，到你想揾翻出嚟用嘅時候，咪好難揾咯。好嘅筆記規則咧，就係幫啲嘢定位。譬如點解廚房嘅廚具要咁樣擺呢？有啲書點解會唔放喺書櫃嗰度嘅呢？咁樣啊，當你一年之後翻轉頭再睇翻，你咧就可以好快揾得翻當時你點解咁樣諗啦。而家就科技發達啦，點解仲要用手寫呢？作者咧就話紙本嘅筆記簿咧係有一種溫度 ，Google Calendar 咧俾唔到佢嘅。第一，親手寫字咧可以係加深記憶；第二，當你書寫嘅時候咧，你會有情緒嘅喎，你個印象咧會深啲嘅。當你10年之後再睇翻咧，係會有一種莫名嘅感動嘅。佢仲提過成功人士好似 Bill Gates、張忠謀，佢哋隨身咧都會有一本筆記簿。佢哋咧係當係一種終身學習嘅工具，佢哋唔會係記低其他人講過嘅嘢，而係好好咁整理自己嘅思緒。好多人咧都會分開幾本記事簿嘅，一本咧就公司，一本就私人嘅咁樣。作者咧就反而建議公私合一。佢咧就提到咗一個叫做5色規則。用顏色嚟到區分公事同埋私事，咁樣咧你就一眼可以睇晒自己嘅工作密度。佢仲教大家用一啲框框圈住自己最繁忙嘅時間，咁樣咧你就唔會變成一個工作狂，為咗開會咧而放棄同另一半嘅約會。透過咁樣視覺化嘅管理咧，生活就會變得井然有序啦。咁我哋普通人又可以點樣開始呢？書裏面咧就有3個好實用嘅技巧。第一，檢索術，你喺自己筆記簿裏面咧就標注住日期同埋標題，甚至乎咧係 page number， 保證自己咧過幾年都可以揾得翻。第二咧就叫做金特圖管理法。做 project 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寫 deadline，你要學識咧點樣由個目標調轉推翻轉頭，仲要記得留翻一啲 buffer， 留翻啲緩衝嘅時間俾自己。第三行日記，每日嘅最後就寫幾行，回顧翻今日，展望聽日。咁樣咧你就可以幫自己揾翻自己生活嘅節奏啦。其實咧好嘅筆記簿唔係用嚟純粹記嘢，而係你嘅私人助理。其實咧筆記簿並唔會幫你實現夢想嘅，真正實現夢想嘅咧，到最後都係你自己。但係一套好嘅筆記規則咧，就可以幫你喺混亂嘅生活裏面變得井井有條。唔好再將筆記簿當係好似垃圾桶咁，乜嘢資訊都塞晒入去裏面啦。要將佢變成係你人生嘅百寶箱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，希望呢本書
可以為你帶嚟啟發。我哋下次見啦。多謝你嘅收聽，唔好忘記按讚、訂閱、撳鐘仔，咁先可以好容易揾得返我哋。下次見。